世界貿易對香港嘅影響好深遠，涵蓋經濟結構、就業、社會發展、政策制定等多個層面。第一，香港作為國際貿易樞紐嘅角色。香港憑住優越嘅地理位置、自由嘅貿易政策、健全嘅法律制度同高效嘅基礎設施，成為全球重要嘅國際貿易樞紐。由於實行自由貿易政策，貨物進出口基本上無關稅，加上資金流動自由，令香港能夠同世界各地建立緊密嘅經濟聯繫，成為超級聯繫人，連接中國內地同世界各地。第二，世界貿易帶嚟嘅經濟機遇。世界貿易促使香港嘅經濟結構多元化，積極發展金融、物流、專業服務、資訊科技等高增值產業。企業透過參與全球供應鏈，提升競爭力，增加出口收入。世界貿易帶嚟大量外來資金同技術，促進本地企業創新同升級，提升整體經濟水平。隨住世界貿易活動越嚟越多，香港需要大量人才從事貿易、物流、金融、保險、法律、會計等行業。國際企業設立辦公室，帶嚟多元化嘅就業機會，提升薪酬水平同埋職業發展空間。貿易活動亦帶動相關行業，例如運輸、進出口代理等，為市民提供更多工作選擇。世界貿易令香港居民可以享受嚟自世界各地嘅商品同服務，多元化嘅進口商品，提升生活素質，滿足唔同階層同文化背景居民嘅需求。公司亦可以利用全球資源降低成本，提升產品質量。第三，世界貿易帶嚟嘅挑戰。香港經濟高度依賴國際貿易，對全球經濟波動極為敏感，例如全球金融危機、貿易戰、貿易夥伴經濟衰退等，都會影響香港嘅出口同投資，帶嚟就業壓力同經濟下滑。香港必須通過多元化經濟結構嚟減低受外圍衝擊嘅風險。世界貿易促使各地企業進入香港市場，本地企業需要面對外來企業嘅挑戰，部分傳統產業可能會因競爭而萎縮，市民需要適應新嘅職業需求同技能轉型。全球貿易規則同政策不斷變化，例如貿易協議、關稅政策、環境標準等。香港政府需要定期檢討同埋調整政策，以維持市場競爭力同吸引力。例如，中美貿易摩擦期間，香港需要分析兩地嘅政策變化，協助企業應對挑戰，尋找新市場同投資機遇。第四，對居民生活嘅影響。世界貿易帶動經濟增長，提升企業盈利同員工薪酬，改善市民生活水平。貿易活動促進社會流動，令到年輕人有更多機會參與國際事務同職業發展，擴闊視野。世界貿易唔單止帶嚟經濟效益，亦都促進唔同嘅文化交流。香港居民能夠接觸各地文化，增強國際視野，培養包容多元嘅社會氛圍。國際企業同人才匯集，使香港成為多元文化交融嘅城市。第五，與中國內地聯繫加強。香港係內地企業走向世界嘅重要平台，亦係國際資本同資源進入內地嘅橋樑。香港企業可以利用內地龐大市場，參與國際合作計劃，開拓新商機，兩地協同發展，有助提升競爭力同抗風險能力。世界貿易對香港既帶嚟豐厚嘅經濟收益同多元化機遇，亦帶嚟競爭同挑戰。香港必須持續提升自己嘅競爭力，先至能夠維持國際貿易樞紐嘅地位，推動社會長遠發展。